万国啊，恁着学乐耶和华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是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，恁着学乐耶和华。即是咱献开圣诗，圣诗304首，我要学乐。圣诗304首，请咱起立念全首。咱犹原徛地用四读圣经告别信仰。我信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字路马利亚出世，伫阮中倚倒ven来受苦，应是地生来做人母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活活。他这里将两个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来信服，互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同源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赦免，就罪得我，永远无命。请坐。启用伫圣诗的后壁面33篇。诗篇139篇，启应文33篇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。你拢知。对真远你嘛看出我的心思。我行路，我休困，你拢在看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上主啊，我也袂开嘴。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。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。你亲手保护我。你的知识遐尔啊奇妙。
遐尼关心，超过我的了解。我才会当多谢你。行到倒位，我才会多谢你。我若爬上天，你伫遐；我若落阴间，你嘛伫遐。我若飞到日出即边，也是去到日落迄边，就是伫遐，你的手嘛袂离带我。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。我若求黑暗，甲我藏起来。叫暗暝甲我举走。对你来讲，黑暗无算是暗；暗时亲像日是遐尼光。对你来讲，黑暗甲光明拢同款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是好了解。你的心思实在袂算计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多。若算袂了，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考验我，知我的意念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带我行永远的道路。咱即是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阁一摆来到你的宝座前，阮吟诗学了你。阮今仔日祈祷，求你怜悯阮，会当拄起阮的罪过，互阮的心阁一摆清气。阮爱得到主的大恩，主你的阳光会面照阮，互阮会当对你的信阁较深。主啊，阮仰望你，阁一摆，互阮有坚固的信心，无摇掣。因为阮知主你的恩典无限，主你的事实永远拢袂改变，主你永远拢会听阮。阮恭敬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即是我来报告。本会消息第一点，本主日为着繁华教会建堂的奉献主日，咱有欢迎庄家阮牧师带领青少年来讲道献诗预备，敬请咱兄弟会当踊跃来奉献代祷甲支持。第二，小会公告，因为咱本土的疫情，咱教会聚会时阵，全程拢爱挂喙安。量体温、喷酒精的消毒防疫。咱假使也有发烧、也嗽、流鼻水、若有痛，咱着伫厝用 YouTube 来收看礼拜直播。咱假使也有主机重叠，有互通知要接受 PCR 的，咱建议爱有阴性卡来教会聚会。第三点。中集会的公告，7月份开始，教会早祷会改每工拜一到拜六上午的6点到7点举行。咱有线上甲实体的聚会拢有，边仔有 QR code 吼，咱欢迎兄弟拢会当来参加。礼拜日的咱早祷会暂停。第四。下周主日7月17号，为着总会所定的热心奉献主日，咱有林玉德牧师要来前往讲道募款，敬请兄弟会当备办心来奉献甲代祷。第五，本会庆祝释教70周年有活动第一小点，相爱一生百年好合，金婚重缔婚约感恩礼拜，咱的时间伫8月7号礼拜下晡4点到7点，欢迎兄弟会当伫本主日内办公室来报名。第二，见证节，咱欢迎兄弟会当伫本主日内办公室来踊跃投稿。第六，本会定伫7月17号礼拜下晡的3点。伫本教会举办领袖训练的装备会，敬请咱国务府的小组长来参加。
伫本主日爱区长还是办公室来报名，咱要统计人数。迄天有备暗餐。第7点，本会有举办2022年的爸爸节霸气回归的活动，咱会欢迎爸爸们会当甲囡仔做伙来参加。有 take 我的老爸是啥物？然后伫粉专有按赞的活动，甲 take 88秒的挑战赛，爸爸的88秒的挑战赛，即2项的活动。礼物有888块的 iCash 卡甲100块的礼券，咱敬请咱的教会的粉专来测询。咱具体的消息伫第1小项，儿童牧区的儿童营英雄联盟伫8月9号到8月12号要举办，对象是原本的国小1年级到6年级。费用前20名800块，20名以后1000块。咱的人数80名就暂止。地点伫敬拜中心。报名咱请测询吴思婷传道。咱详细的资料会当伫粉专查询有钱某的粉专。第2，相助会。合体教会陈阿峰伫7月7号蒙主温调办协主怀。咱敬请相助会员交相助会费并代祷。第3，互助社的消息。第1小点，本主日第2场礼拜了后，伫地学习的会议室要召开理监事会，敬请理监事出席参加。假使也有青年要创业贷款，也是有校园消费性的。要贷款，还是咱军公教，甲不动产要抵押的，咱欢迎有兴趣的当来测询咱的互助社。第4小点，圣人牧区定伫7月16号下晡的3点，要伫红毛孙斗开小组长的会议，敬请小组员来准时参加。咱正有一个影片是咱教会爸爸节的影片，咱做伙来看。以上是咱爸爸节咱教会的活动。即是咱掀开圣经，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的第10章21节到31节。第21节，耶稣看伊听伊，就甲伊讲：你欠一项，就去卖你
所有的来互送向人，就要有财宝伫天呢，搁来对我。伊听即个话，面就失色，由门就去，因为伊产业真多。耶稣四界看，甲伊的学生讲：富人入上帝的国学啊！学生奇怪伊的话，耶稣搁因讲：生囝啊，我靠钱财的人入上帝的国学啊！路途穿过尖片，比富人入上帝的国要较快。学生应发恶影，甲伊讲：安尼是谁会得到救啊？耶稣看伊讲：在人是袂话，在上帝就毋是安尼，因为伫上帝万事拢会。彼得就甲伊讲：阮捌放下一切来对你。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无有人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，放下厝体、兄弟姊妹、老母、老爸、囝儿、田园，就伫现实无得到宝贝，就是厝体、兄弟姊妹、母亲、囝儿、田园、囝母、困窘，搁伫来世要得到永活，总是大声的做做，要做落尾，落尾的也要做大声。以上，学老，咱即时请上年圣歌队。
享，咱先请洪牧师来介绍。大家大平安。咱真欢喜今日看到繁华教会曾牧师、曾嘉文牧师来见证募款。看到屏东中华牧师来募款特别亲切，因为我以前做传道书的时阵，就是屏东牧会。繁华教会到今已经24冬，对报道所到今已经24冬。咱真欢喜看到咱曾嘉文牧师来遮募款。曾嘉文牧师伊的爸爸就是着学教会庄营的牧师，迄是爸爸。伊的弟弟就是庄尚恩牧师伫家人暖教会牧会所以一家三个拢献身，真欢喜。咱看到咱曾嘉文牧师伊伫遐10几冬对传道书开始伊遐温馨牧会昨晚要建堂。嘛真欢喜看到来到咱中间来讲道募款，咱三甲为着因奉献甲代祷，咱来欢迎咱的曾牧师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我伫遮较亲近的，甲讲，咱若有一点关系，应该是我较早拢伫左营高中读册啦，嘿啊。遮安尼有近啊吼，算近啊吼。我做认真读啦，可是考无好吼，后这毋通讲啊哈。我真感谢牧师团队恁的邀请，互阮有这机会来分享伫屏东繁华。是安怎人讲笑阮讲，恁若无几只猫叫繁华啦？无法度，迄个所在叫做繁华，是一个无繁华的庄卡吼。伫迄个长治交流道溜落有无？要去山地门，迄个所在，阮本来的名叫番仔寮，较早的名，因为无好听嘛，番仔一堆番仔，吼。你讲真正有带番仔无？无啦，因为迄有一个叫做凤仔寮，然后佫改做番仔寮，只是对原住民咱咧无啥尊重啦，无啥尊重，所以叫做繁华，阮就做繁华，所以阮会因为上帝佫较繁华啦吼。要伫遐分享，分享遐上帝互阮经历的，伫即个所在。我去到迄阵吼，拄好抽签，我甲迄个恁的新妇结顿是同届的，所以差不多10冬抽到遐时阵，迄阵抽签一抽起来尔，欢呼声，因为我抽着海螺仔签，迄阵想讲我是有异象，前一天有去领受着有山有树仔的所在，结果去遐真正有山有树仔啦，因为山地门迄边嘛吼。去后，阮的我较早伫公馆，屏东公馆实习。因为迄个支签是到前要抽的前3点钟才放入去所以阮拢毋知影有迄支签就对啊。我想讲，阮领受应该去到一个所在义象中就迄间教会有2字啦，笔画很多啦，结果真正去看着笔画很多啦，青年带我讲牧师，来迄阵，蒋姐，我带你去看教会生啥物形，拢伫屏东啦。好不容易骑机车骑到遐，哇，花欢喜啊，拢青啊啦。我讲真正要开拓我毋知影先北树仔就对啊啦。我规个人拢硬去啊。伊讲无要紧，咱搁骑较头前的看有迄厝体啦，有迄厝，有迄厝。我讲袂歹，佫有厝的咱去互看者。较大间的蒙仔埔啦。迄条路就佫一个迄个苏家全，因的家族的蒙仔埔迄几家的，就伫迄条，然后后壁原来租伫换厝安尼，这是阮的开始啦我去到遐的开始所以真刺激对无甲有。一个无物件所在讲叫繁华，甲有要安怎来体验上帝的恩典咱伫分享之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
亲爱的主，亲爱的主，我相信每一间教会拢是对无甲有，是因为伫你的手内底来做成的，毋是阮人做啥物货，乃是你亲手来建立。愿阮会当对你的话内面得到帮赞，恳求你的圣神来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互阮搁点起对你的热情来跟对你。阮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今仔日主题是因为听伊来分享啦，因为我本来是牧师囝啦吼，伫留学教会真长期咧服侍啦吼，所以即捌有一个下一章，捌有一个少年来问我即个问题啦，阮的青年讲，为虾米我拢感受袂到上帝啦？这也是我的心情啦，毋是讲恁感觉住伫教会就离上帝较近吗？较紧摇头，也无等下挂教会啊。对啦，我也甲阮爸爸冤家，我拢走去礼拜堂困咧，就是安尼爱做牧师吼，就是安那，就是并无因为阮是牧师囝，也是讲无因为咱信主较久，阮即个囡仔表现也真好，帮我下一张嘿，有服侍啊，学业真好啊，真准时咧聚会啊，人际关系也真好啊，对爸母也真友好啊，生活品也真好，是安怎较会感受袂着上帝？后一张，即个伫耶稣迄个当时，嘛有人来问耶稣即个问题啦，有足类似的情景，我着安怎做才通承受永远我？后一张，讲无伫杀死人，耶稣甲因讲无伫杀死人，无伫行奸淫，无伫滥战做奸情，无伫亏待人，无伫偷盗着孝敬爸母。恁敢有印象这啥物故事啊？有吼，好，后一张。即个有钱的少年的财主啦，吼，伊就甲耶稣因讲：先生啊，这我对细汉就拢守啊啦，吼，讲实在，我对细汉也乖乖啊啦，拢守啊，我无去做歹代志啦，吼，聚会连大学都拢爱倒来教会服侍咧，实在是人会友会当讲要去佚佗，拜六拜去佚佗，我5点就要去互学起来。因为人忽然请假要去佚佗，所以阮着爱起来服侍。是安怎较会感受袂着上帝咧？对教会，我讲实在，迄阵对教会足怨叹的呢。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？来看，耶稣回应即个有一个在讲，伊看伊，听伊，搁甲伊讲，你要欠一项，着去卖你凡所有的来互送乡人，就要伫财宝伫天里，搁来缀我。所以，即个有钱的财主上重要的事是啥？再帮我放下一张。是啥？伊的财产呐，伊的财产是上重要，因为伊一世人拢咧趁真快乐，就是拼命，就是这嘛，全部爱交分互送乡人。较有法度咧。可是这毋是代表讲上帝国就是送乡人才会当参与的毋是。是伫伊的性命的第一位，就是伊的产业。所以相款咱会当来看，耶稣也咧看你，也咧看我，咧甲你讲，你要欠一项，着将你迄个心内第一位来交互我，搁来缀我。你的选择会是啥物货？你的第一位是啥物货？对我来讲，早前我的第一位是我的爸母。我足伫意因有注重我无，因有肯定我无，所以我并毋是伫意讲我伫教会服侍安怎，我伫意的是我爸母。所以当因看我的眼神，你无要起来斗用安尼爸爸妈妈会足忝气甲要死嘛是起来用。可是我对上帝，我足怨恨。我甚至安怎？我心内想讲，阮爸爸较会是安怎是逐家人的爸爸，毋是我的爸爸。歹势啦，安尼讲像无家己的老爸啦，也无家己的老母迄种感觉，所以对我迄个时，你讲叫我做牧师，我想讲戆的咧，我还要搁做牧师咧，虽然即马是真正戆啦，我的选择是啥？可能咱有当下会军队主，可能咱会投票主，当咱一摆搁一摆投票主的时阵，咱自然
就开始听袂着主的声。我有一大站，拢有祈祷，可是啊，想要听袂着主的声。啊，是因为主毋插咱吗？毋插我吗？毋是，是因为我家己离主耶稣愈来愈远，愈来愈远，远甲拄好听袂着伊的声。因为我嘛无爱听嘛。一个人也甲你讲话讲相款的，你会甲讲啊？你会讲啥？哦，你莫那么早早念好无？对无？妈妈，你若讲囡仔，囡仔会甲你讲即句话，唠叨，一直讲，啊，都听不进去，对不对？讲10摆嘛相款，100摆也相款。所以圣神可能咧提醒我，讲几啊摆啊，讲甲会安怎？无爱讲啊！圣灵你很唠叨，吼、没有讲。所以久啊，咱就对上帝无感觉。虽然咱已经伫教会坐足久啊，我嘛算老屁股啊，坐足久啊，可是想要甲上帝无啥，无较感觉着上帝安尼啊吼。好，甚至后面佫会犹豫上帝敢存在？哇！这就是得票数，咱一摆一摆当主咧邀请咱的时阵，咱得票伊，咱拒绝伊。我相信坐伫在座的每一位拢是军队主的人，阿免。好，那军队主的人，就有永远话吗？咱来看经文，彼得就甲伊讲，甲耶稣讲，阮捌放下一切来缀你。我感觉这个情景足特别啦。即个有一个财主，呾行无偌远，呾行离开，呾行，啊，即个彼得就来讲，耶稣，我讲，阮捌放下一切来缀你呢。迄有一种感觉，阮咧做客服班，放一个囡仔，甲我甲请伊摕规包的卫生纸，摕去便所课。啊，你感觉拢会放伫倒？放伫应该是放伫迄个卫生纸盒，还是放伫迄便所的迄个马桶盖顶头，啊，毋是马桶盖，迄个水箱顶头嘛。伊足古水，伊甲我放伫水龙头下面。哦，啊，伫迄个水槽，伊讲迄安尼，因兜拢安尼啦吼。伊佫甲放水流，哇，规个好香香啊！迄卫生纸佫插伫迄个水坑安尼啊。啊！我来了，甲讲，娘妈，我甲讲，你怎么把卫生纸放在那里嘞？啊，他说我家都这样子啊。我说啊，那大家要擦屁股要怎么用？你拿去都泡水了。啊，阿北讲了，冰雅姐来啊，老师你看，每次犯错都是他，我都不会。你感觉我若一离开会发生啥代志？小拍，总之拍起来。所以你感觉必定嘛有一点仔白目，伊想要得到肯定无毋对，可是即个时间点，伊嘛比较，所以耶稣，肯定学生彼得讲对，恁捌放下一切来缀我。可是耶稣甲彼得提醒，因为伊的缘故，甲福音的缘故，爱一摆搁一摆放下一切，毋是当迄摆。现主时会得到避开现主时会得到。不过最后会行到永远我。耶稣搁提醒，总是大生的坐坐要做落尾，落尾也要做大生。因为即条路，我是教伊即幅图，伊讲上帝国的路吼，毋是真大条真直真好行的路，弯弯翘翘有坦克，咱有时会受到诱惑啦诱惑。咱会行马路，可是我真介意后壁即幅图。我感觉耶稣咧对彼得讲：“彼得啊，着对调注目伫我。”我感觉即个嘛是咧对咱讲，嘛是咧对我讲。有当时咱服侍，我相信恁真用心，亲像彼得共款，对主就是做足侪服侍啊，对主真侪当。可是咱有当时做到后面，单咧服侍，可是对主的热情咧，就会开始消磨伊啊。
甚至有时吼，会亲像彼得同款，咱开始比较，团队甲团队之间的比较，小组甲小组之间的比较，人甲人之间的比较，开始你做的较歹，我做的较好，我较离上帝较近，我今仔日唱的歌较好听，等等的遮个，毋是，我感觉毋是重点的重点，服侍是为着啥？为着啥？上帝毋免你服侍。上帝爱咱服侍，是因为服侍伫甲伊同行去帮助遐个人，对无？可是咱久啊，有当时对人的性命无遐重要，你敢知？我有当时嘛是呢，我伫留学教会的时阵啊，我吼服侍是服侍互谁看？互家己看的，互别人看的。哦，这牧师囝啊真好啊，即届做了就好。可是我服侍吼，像迄咧打陀螺，敢知？哦，无人的时阵，哦，弦乐团，哦 PPT， 啊，迄个敬拜赞美啥，遐拢全部拢安尼走，啊，信歌队。可是我毋知服侍意义是啥，真正为着上帝吗？我感觉毋是诶。所以我伫倒讲上帝啊，恳求你互我知影服侍的意义是啥物的时阵，上帝甲我调到繁华，拢无聚会。因为是报道所的时阵，礼拜就是礼拜下晡啦，所以当有礼拜开始讲，我讲上帝样咧，伫外口啊，哈，手镜头送会出来的人数，你主你甲我讲，叫我去外口游样哦，嘿啊，哦，我怎啊面皮爱足够的，敢毋知影？哦，开始沿路拜访，哦，还是讲看到囡仔来邀请去校门，所以。我较知影讲，毋是为着迄个事工较来做事工，是因为遮个人需要，看到人的需要，咱去做啦。可是后面，咱可能打开始的初心是安尼哦，可是做久咧，做久咱有当时我嘛有走心哦，啊，迄周末营哦，愈做愈起来啊，哦，人数济啊，哦，就开始，要安怎做吼，会当创新变化啥的。可是走了我的初心，我的初心是为着遮个弱势的囡仔，为着这庄头的囡仔，吼，来陪伴因，互因认捌上帝。所以，我感觉比较有可能嘛走心去啊，就是对主对到后面，开始满足是家己，第一位毋是耶稣啦，是家己啊，家己的虚荣心，家己要完成啥，可能家己的啥物心，我也是安尼，所以。主也是咧对我讲，教阮啊，着对调主目伫我。相款，主也咧对咱讲，咱这是邀请恁，吼，头前我会讲我的名，啊，恁讲恁的名，毋通叫我的名哈，吼，好啊，咱做伙来，教阮啊，着对调主目伫我。这是主对你讲的话，是的。好，咱来看。所以入上帝国的难度有偌难，吼，圣经有记载啊，吼。来，咱继续看。细囝我靠钱财的人入上帝国学啊，路途穿过江边，比富人入上帝的国游较快。好，伊本来有3款的解说啊，不过我感觉主要的意思就是讲，就是表明迄个字的意思就是无可能啦。人若要靠家己入上帝国，无可能啦。其实足侪人拢咧找平安，你敢知？嘛咧找上帝，拢咧找天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够，得够，一贯道，不管有信教无，大家拢咧找平安啦，拢咧找迄个永远我的所在。可是安怎，大家拢找无？我有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咧甲我分享，伊讲伊查考真久的时间，一个校长，伊甲我讲查考，伊发现。佛教的阿弥陀佛，还未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还未超度成功的啦，还未到迄个境界。我安尼后壁对信的人，敢去啊？啊，像还未，想要去无法度到。哦，我迄天也拄着迄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安尼啦吼，伊甲我讲有地球乐园啦，安尼啦，我讲啊。啥拢有地球乐园，无要去到天堂咧。伊讲天堂已经有144000人已经满啦。
这足重要，因讲的物件，咱信的物件，若有法度分别，爱足重要。因若相款信耶稣，因即马开始相信耶稣，较早耶和华见证人无相信耶稣啦。即马有啊，因为大部分人拢是伊讲袂赢人，所以伊若信，可是讲天堂已经满。安尼咱是要安怎入去？伊讲伫地球乐园就好啦。我讲我无爱，我要去找上帝，遐较平安，甲上帝同在，才是重点嘛。吼，咱要安怎去？咱所信的是要安怎去？信啥？啥会带咱去？对，感谢主，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是上的囝，上帝的囝，到伊知影转去的路。咱若毋是对遐，咱若毋知影路嘛，当然爱是因这个厝的人来带所以耶稣为着咱付出真大代价，带咱倒转去，带咱倒转去。所以咱会仰望伫耶稣。好，所以耶稣看会疼，叫伊卖凡所有的。迄个卖，这卖有啥物意思？我感觉啦，我感觉耶稣是一款邀请，回应伊的疼，需要放下一切。有当下放下一切是放下，不管是好的歹的，拢放下。咱你敢会爱一地屎鸟鼠过一世人？袂吧，足臭的，晓无？佫会破病。可是咱有当下会做即款代志，因为咱拢较早会受伤万分，才歹呢，拢无放下。愈歹愈济啊，性命也臭去，甚至后佫性命嘛歹。所以主爱咱放下一切。有当下是成功的经验，咱嘛爱放下，因为主带咱的路是无共款的。所以有一摆分享啦，这是我爸爸讲，教阮你去遐你对上帝我嘛无共款的看去，因为有当下伊有牧会的经验。会诚做我帮衬，有当时会诚做我无法度向前会读个因为完全无共款。因为伫繁华算机会，算甲咧开拓，所以阮爸爸袂因为讲伊年纪较长，伊就甲我讲你一定爱安怎，伊是甲我讲你会当做参考，你一定爱找上帝。所以一寡经验讲毋着算上帝知影你的性，带你去遐安尼啦知影你的性，你的个性适合伫遐。甲你伫遐用，所以迄经验是无共款的。一个几只鸟的教会，三个，伊迄阵我教时阵，一知人知三个，遮细，甲牧会经验是无共款的，牧会经验是。所以有当时爱放下，有当时爱放下。佫一摆放下是啥？诚做一个送向人。今仔日我若只是住伫阮兜有时卡去斗3工，甲我直接委身伫迄个所在，迄是无共款。我伫遐委身了，我较知影讲因的艰苦是啥物货，遐个囡仔艰苦是啥物。我当场看，我去美校园上课，我有当下入味嘛无上课，我讲较自由，我就入味看，结果看到迄个囡仔去互老师记读卡，一直骂，骂啥？迄当然囡仔皮是难免啦。原来迄个囡仔安怎？无老爸老母啦。拢阮咧关怀囡仔，你讲有我咧啦，可是无饲啦。一个老母就伫即个精神病院啦，老爸有智能较低安尼。通常即种囡仔伫学校毋是同学欺负尔，有当老师来会带头，伊就记伊读卡，我是你的衣食父母呢。当全班下面甲记读卡，骂甲规条的拢听会着啊！我想讲，哇，衣食父母足大呢，到底是一个月互伊偌济甲饲？1000，佫是找赞助的啦，人的关系，伊帮我找。想想我甲阮先生讲，阮先生听了讲，规气咱家己饲1000块尔，就要做人衣食父母安尼记啦。我请问伊。即个囡仔敢有法度对送养的家庭改变？无法度，因为伊无互伊自尊，伊爸爸无互伊自信，
伊嘛无互伊尊严，伊甲伊讲的是我咧帮赞你，悬较低啊。可是主爱咱做的是啥？有当时爱安怎？当坐的，当受苦。主要说就是安尼对待人，伊甲我讲，恁遮人吼，有欠过吼，痛苦吼，来，我赐互恁，拢免艰苦啊，敢有？伊无伫天里安尼悬悬讲恁遮人诶，主要说是真做都真肉体，甲咱同受苦诶，甚至为咱来受苦诶。当咱担袂起诶时阵，阮一个囡仔最近才转来，因为伊诶家庭诶关系啊吼。啊，你讲陪伴足久，才会走诶？会啊，嘛是会啊。伊转来分享，我真感动，我感谢主，因为我迄阵足急。讲我害啊，带遐久，啊结果离开教会，啊要甲斗相共，伊也无我甲斗相共，啊好无，我就囥祈祷啊，了就知影啊囥，拢是囥祈祷啊，毋是家己做啥，性命是上帝咧带，伊家己转来分享讲，目屎目眶红红，我很努力赚钱，然后一边读书一边赚钱，剩的人无讨趁。咧等囡仔奖学金，甲囡仔趁，啊囡仔一边读册一边趁哦，还是不像那个时候在教会，上帝原来帮我做了那么多，让我可以专心念书，又可以聚会，而我自己出去绕了一圈，甚至忘记上帝了，发现跟我之前在教会赚的，我现在赚的跟上帝给我的一样啦。意思是啥？上帝帮伊担伊会起的，可是伊要家己担啊，伊就加较受苦啊，所以看到遮个需要甲因同行，才看会到，才知因的苦。囡仔到我都应老师。有啦，阮其中有一个啦，甲老师应着，甲老师扁断，老师就叫伊写回顾书，写100几张尔嘛，吼。然后咧，敢真正对囡仔有帮助？无啊，无帮助。甚至互囡仔，佮阮遐食毒的啦，帮派的啦，就是讲去跳遮个舞啦，吼，跳迄个八家将等级要很高哦。因咧无迄个才调啊，袂当较跳到8家将哦，你会看到遐囡仔一直在失去啊。所以我去到遐第一个异象是，我咧做梦，我要困，然后做一个梦中道，我梦伫我伫一个足大的深渊啦，一海洋啊，深渊乌乌索啦，有一个船足大只。边仔坐足侪，徛足侪迄个乌乌的人，目睭红红哦，看咧惊人。我心内想讲，敢会梦到这，搁中有一尊足大尊的啊，讲你来遮创啥？我讲我知，讲台语啦吼。伊搁讲你的上帝是啥？我的上帝是耶和华上帝啊。了，我就看因家己像咧飞。看到迄只船顶头拢囡仔，目睭拢是空洞的，拢看我就讲我要讨囡仔，一个声甲我讲我要讨囡仔，我要讨囡仔。然后真正我就看到我伫一个细只船顶头有光即只船有光，我看到大汉的囡仔咧救细汉的囡仔对迄只大只船落来，迄阵就足无欢喜的，甲我讲。到时会转来，安尼啦，到时会转，我就醒啊，安尼啦，规身躯拢寒。所以迄一个经验了，我去翻图鉴，才知影王爷船啦，真正是公式的王爷船啦，因当地的势力所以无去到遐，毋知。我感谢上帝，去到遐，我感觉上帝咧邀请迄个有钱的财主来地放下，我就亲身体验主足侪奇妙的带领甲因煞。相款我也是上帝互我带我到烦恼了，我较真正去认捌着，搁较深对主的信仰。所以
愿意分享互送香的迄个时，就是军队主的时。有当时啊，主互咱生活较送香，可是互咱的心无送香。吼、啊，耶稣问彼得讲：“你听我吗？”彼得甲耶稣应啥？对啊，伊应三解无问题。耶稣我做听你，对无？可是当耶稣受掠的时阵呢，伊3摆无认耶稣。毋是讲哦，迄是彼得啦，咱着袂安尼。讲实在，我也会呢吼，我也会吼。我真感觉我感动的是，其实耶稣看彼得的眼神，其实伊无埋怨，真坚定来看彼得，也是听伊。彼得就放，我感觉彼得是放下大口，所以咱明白，因为听主来放下一切的第一，所以彼得最后为着主来赔性命。其实对我来讲，去到遐做侪挑战，像讲打去第3工，我着拄着讲，团队啊，阮遮社咧也家己想办法咯。恁遮顾巴肚的要走紧走，要走无？要走无？迄阵戆胆，真正是戆胆，要紧啊！甲恁拼3档，团队输煞就会当离开啊嘛甲恁拼3档，我离我食也无济啊，甲恁借车钱也无钱，我甲恁借车钱，我坐转去高雄，阮爸有诶，我甲有饭通食啥，款款的来，拼3档，迄是会招条。有一阵仔是找无对象，因为人看着，哎哟，遐细间的教会哦，本来要交往啊，看着遐细间的教会，骹底抹油溜，讲这会枵死，这会枵死啊！安尼啊，我真来做受伤，想讲我惨啊，我嫁袂出去啊，安尼啦吼。真感谢上帝，我有翁仔毋通帮我找，我已经结婚7档啊，阮先生来，可是我阁拄着即摆的挑战。对我来讲是非常痛苦的。我先生去到美国读册，伊即马是即个男神栽培的师资，去到迄个 Drew 咧读神学的博士，可是互我非常痛苦的代志。伊伫遐压力上大，因为一个人台湾人爱伊一个尔，压力太大，所以。精神状况我感觉无啥好，我也爱无花，爱无用，创啥，阁款待我先生，互我非常的艰苦，非常艰苦，爱放下足侪物件啦，爱放下足侪物件。最近有较喜乐，因为我发现原来痛苦无过去，因为我呢，伊去读册也2档啦硕士班啦、博士，即个过程的中间，我发现上帝并无将即个我感觉的痛苦摕走，伊互我一直祈祷，较我都徛起来，一直祈祷，较我都徛起来。最近我领受的是，我的现实就是安尼，可是上帝甲我讲，我要互你的英文是啥？所以伊讲你毋通阁考。每一工起来学了我，结果我真正起来学了了，我心内足欢喜。我相信上帝，继续带领因带阮，祝福我的先生，因为伫美国一个人真正无简单，读册压力，啥物会压力，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放下的物件太济，可是上帝最后应允，咱已经有洗礼，有摕着门票啊，对无？要去参加无？袂啊，所以咱爱对到尾。伊讲我伫番话有答无？安尼时阵囡仔要来见证，真正做伫遮囡仔，伊讲着对先生去好，对。可是真正上帝赐福每一个性命，咱来听伊的性命见证。
大家好，我是繁华教会林佳美。我即摆要来分享我的生命见证。较早我是一个脾气足无好的人，定定别人抓我生气，也是无效我时，我就会甲伊起冲突，甚至会甲伊相拍安尼。有一摆我的朋友邀请我去教会，当时我也无中途，我就甲伊做伙去教会啊。毋过去到教会了后，我的歹习惯无对着，我去教会就无消息无去。等到我的歹习惯出现的时阵，边仔的人就会提醒我。毋过迄当时的我感觉伊足烦的，因为我较早无甲伊互人管。有一摆牧师就找我去讲话，讲这个歹习惯无好，爱改掉。毋过当时我嘛是讲好，我会改。我的心内其实是无想要改，只是要应付尔，安尼。有一摆去到一个祷告的特会，迄当阵伫个第二天祈祷的时阵，我着听着上帝甲我讲，毋通伫别人的眼光比伫伊的眼光较济。因为较早我是一个对家己足无自信，因为我感觉家己做了足歹的，我的身材无好，所以我生了足歹的，定定互人踢笑，所以我着用欺负别人，互别人伤心痛苦，来互我莫遐受着别人的伤害安尼。去到迄个营会，听着上帝安尼甲我讲话了后，我着哭出来啊！因为我感觉迄当时的我拢家己用家己的方式来处理，看别人的眼光比看上帝的眼光较济。转去到教会了后，我就下定决心要来改变。毋过拄开始改变的时阵，定定想要放弃，因为改变的路实在足歹行的，嘛足痛苦的。毋过我知影上帝拢伫我的边仔陪伴我，互我有耐心行即段路嘛。透过上帝的陪伴，互我伫2年前我决定要一世人跟对上帝，所以我着洗礼啊。伫这改变的中间，学习真济，学习了忍耐包容，学习安怎甲别人相处。所以，愿我会当伫我的生命当中，成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囝儿。下面你们预备一下，要献诗。所以阮看去一个性命，阮不止一个囡仔就是轮流出来见证上帝伫因生命中真美最好的意思。所以虽然我即摆搁伫过程中间有苦难，可是我较发现讲，主互我伫苦难中间搁较侪操练完全的我可以。我相信咱中间嘛有人有恁的苦楚，无法度讲的，可是主会互咱真大的平安。当咱完全我可以的时，一定会行过，是因为主已经赢过。咱若完全我可以，所以伫人袂话，伫上帝就毋是安尼。伫上帝万事拢会，咱毋是要若享受最后迄个永远的我尔，咱是伫即个过程拢会当欢喜甲主同行。我咧操练即个，所以也邀请大家，咱来操练甲主同行，有迄个喜乐。虽然可能人生就是足侪挑战，有足侪爱放下的。当咱付出互人的时阵，咱也拄着足侪挑战，可是愿咱喜乐甲主同行，至少咱是甲主同在的，同在的。好，最后一张帮我再放下一张，没有了吗？好，谢谢。好这是要来唱一条恩典拼图献诗如果后壁恁也会晓唱，会当做伙来吟，因为咱的生命真正是上帝，有当时甲咱掰开啦，足疼啦，可是佫重新斗一个真水的生命出来，你甲我的生命。
有歌词吗？有，好，谢谢。这一步是孤独的下的脚步，下一步是迷惘的下的匆促。我走在同城市人等待了你分开，隔绝我淹没我的大海，是你的爱照亮了模糊的未来，是你的爱拥抱我过去的失败，是你的爱挥散了孤独的阴霾，是你的爱用恩典拼出我现在。可能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是破碎的，主就甲咱斗起来，用伊的听完全真心甲咱斗起来。你打开，我永远的盼望到来。我打开，相信给予的未来。你走来，我奔向你紧抱的胸怀，降下来，你却挽都不走你皇冠，是你的爱点亮了模糊的未来，是你的爱拥抱我过去的失败，是你的爱挥散了孤独的阴霾，是你的爱用恩典拼出我现在。你一直都在，从那一天直到现在。我转回头看，发现你最美安排。你一直都在，从那一天直到现在。我转回头看，发现你最美安排。是你的爱照亮了模糊的未来，是你的爱拥抱我过去的失败，是你的爱挥散了孤独的阴霾，是你的爱用恩典拼出我现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亲爱的主，亲爱的主，我知影，我要将阮心内第一位来献互你。你食做阮心内第一位。阮知影阮有认真服侍，阮知影阮有好的品行，阮知影阮伫教会真久，跟对你也真久。可是阮有时失去对你的热情，恳求你赦免阮。我知影你非常疼阮，你的圣神一直咧邀请阮，你的圣神一直咧要点着阮的心。今仔日，阮的心要来受你来点着。主，伫油厂教会，伫这个社区，阮真做者真济事工，阮看去你，这是你互阮足大的恩典啊！你互阮有这个异象，主，愿阮用你的疼心
来做，互所有的事工搁较有意义，因为疼是上重要的事。阮伫遮，你伫遮，领受着满满的疼，阮有气力来疼别人。阮要伫困难的中间完全来倚靠你，阮的人生要来完全跟对你，到迄个时，我相信即个所在要济人，因为阮来得到祝福。油厂地区要因为油厂教会来得到上帝你的祝福，因为这教会是这个所在的灯塔，是光，是盐。愿你祝福带领引带，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简单讲一下，阮怎要建堂啦。阮即摆是租厝的所在，着细甲经。有当时阮若要办夏令营啥，拢爱甲学校借所在。当然因为即个信用无共款，就有足侪挑战啦吼。像讲头一档，我着去用记读下物啊吼，讲为着开冷气的代志，其实我无开冷气啦吼。即个老师帮忙开的，像讲着拢囡仔嘛。阮伫遐办夏令营，迄阵当我一个同工，结果规校园吼有500-600个学生，伫庄卡算足济哦。迄阵啦吼，10当前，所以着邀请男性的即个短宣队，佫有一寡无屏东的无共经教会的青年来斗相共，有100几个学生。阿门足济呢，甚至有囡仔讲因拄着耶稣。我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可是足侪挑战，就是你要开冷气也去用现正，像讲嘛有老师因为伊较介意庙的活动，所以伊就甲阮限定讲，袂使故意知影阮办夏令营的时间，就故意伫迄个时间办庙的活动，啥物画画啥遐，就互阮袂当，伊讲你若家长讲你若参加教会，就要甲记警告啦，请国小也无警告啦吼。家长就惊我甲人退费安怎？可是阮着起来祈祷，只每一档挑战无共款，就起来祈祷。伊敢若做机票书是啥？安怎停所有的活动？上帝互风台来，全部拢爱停。做机票哦，阮老师已经拢来啊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要办无？阮着心内足平安的真的迄天，阮着照常，阮着联络60几个学生，家长讲如果恁若无放心吼，咱着恁会当毋免来，阮嘛是会费用退互恁。如果恁若放心，你着互因来，阮着伫教会迄个10平的空间，办夏令营，起立坐下，起立坐下的对啊，所以活动组的组长啥拢做挑战的，暗时讲，我讲咱应该毋免困啦。咱着结果有青年着讲，伊头一届遐认真祈祷，彻夜未眠的祷告安尼啦。真正早起阮唱江天敞开，就阮无共款的团队会起来唱歌，带早倒无共经教会就起来唱苍天敞开。真正迄天本来云是天怎拍开，无雨本来3雨无雨光就安尼照落来。哇！因就讲哇，我们从来没有领受到那么大的神迹哦，还是去翕相讲，因就唱，江天敞开，我即摆突然袂记安怎唱。爱你的荣耀降下来，江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唱了大家做真正天敞开啊，样子结果我去有主任打电话来甲我讲你都不听上头的指令啊。我想讲，我上头，我有听我上头的指令啦。伊感觉空胎袂当办，伫好好嘛是安尼都要听上头的指令啦。我说我不会造成你的困扰跟负担啦，我们会自己全权负责。然后阮就伫教会迄个做机票就是有老师嘛，老师30几个，然后挂遐学生60几个，100个人伫10平的空间伫遐来应用上帝，阮非常非常的感谢啦。所以有这需要，因为我嘛有囡仔拄着近亲性骚扰。刚刚帮我放 PPT 我会当一篇讲安尼不用，但是近亲性骚扰，还是讲猥亵这部分，我有当时拄着讲，我去通报伊，毋是通报，我去甲讲伊讲，爱达到性侵，然后马上又去验才成立啊！我讲会坏啊，我的囡仔去用性侵，安尼毋得一辈子的伤害啦！所以我有当时会互因大
暂时的离开危险的地方啦，吼，搁有一寡所以阮会想要简单建档，帮我快速往后放好了。所以阮有做较侪是社区的事工，因为最近建堂，所以我也有拿捏一些量啊，有当下较忝。阮若有即马大汉起来啊，所以也会跟着进去社区做跟长辈互动啦。其实烦恼了人爱家己听烦恼了人。我们不能一直在期待别人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感觉真奇妙，就是阮家囡仔可以爱这些长辈，然后跟他们玩。有一寡囡仔就袂堪只讲啊，跟老人家玩，我才不要被引导玩在一起，还自己带活动，好哈。我真感谢上帝帮我上刚刚最后一章。我想咱要建档，就是阮简单，就是希望有囡仔有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互因有一个家，好阮的礼拜堂。有一个示意图无，就是迄个建造图。好，阮拿2层楼，简单就是下骹就是礼拜堂，然后2间教室，然后2间教室是拖拉式的，所以当变大空间。好厕所加大厅，这是1楼，然后2楼就是图书馆加一个客房。好，这简单。好得当互阮总共144平，包含这么无障碍设施之类的。伫内面简单的一个礼拜堂，希望就是互迄个人迄个所在，真的，阮无要起大，阮是有够用就好，互遮囡仔，互遮的人有一个安全的所在。以上报告，感谢。影片我看敢会当毋免放啊，无我惊时间，是毋是会当影片的挂伫去教会的即个网络的好，谢谢。回应是575。咱请接受相互的。亲爱的主，阮伫遮奉献金钱，无论是伫教会奉献，伫繁华教会奉献，主啊，遮个恩典拢是主你大大的赐福。阮的金钱，阮的服侍，拢谦卑互主使用，会当成做教会的帮站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祝福差遣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吟诗煞请王牧师祝祷。
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相通，甲咱众人三个伫地，对一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闭会。